啱啱嗰個賽日咧，相信好多朋友咧都見到阿潘頓咧係點樣發揮隻型妙聲嘅，咁甚至乎咧喺電視台做咗好多年嘅卡洛斯咧都話啊，要唔要俾個免死金牌阿潘頓啊？咁可想而知咧，呢一場馬係有幾假。相信大家咧都唔需要睇晒成條片噶啦，就咁睇呢一幅圖咧就知道啊，型妙星咧跑得幾假噶啦。嗱，不過咧我估啊，大部分馬迷咧都知道香港咧跑馬係假噶啦，咁點解仲繼續參與呢？因為係獨市生意咯。咁我哋咧冇得點樣講噶。嗱，無論你點講都好啦，呢個咧終歸都係事實嚟嘅。獨市生意就係獨市生意啊，最重要嘅就係咧喺呢啲獨市生意入面呢，我哋點樣可以獲取利益啊？不過喺型妙星呢一件事身上咧，我哋咧都睇得出啊，如果係社交媒體入邊啦，嗱見到大家成日追開嘅 KOL 啊，都唔敢咧提呢一件事啊。其實咧佢就係隸屬於馬會嘅 KOL 嚟嘅，咁大家咧日後亦都有權繼續睇佢啦，又或者唔睇佢啊。嗱，因為咧始終呢啲咧咁唔公平嘅事件咧，都唔夠膽講嘅話咧，都只係助紂為虐嘅啫。